来看台湾甲美国的经济对话，确定要来举办。美国的国务卿庞培欧今仔日来宣布，美国的国务卿的次卿克拉克，这个月20号要甲台湾展开着经济欢迎伙伴对话。咱这边是派经济部的处长陈俊基率团到美国参加。 美国的大选结束啊，不过台湾甲美国对话正要开始。美国国务卿庞培欧宣布讲，这个月20日，美国方面派出顶一摆来台湾的国务院次卿克拉克，甲台湾要展开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对话。咱方面带团到美国参加的是伊。小团大概是以经济部为主啦，哈，那人数的话大概是不会超过7个人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会透过视讯同步参加。 那包括我邓政委，还有一些相关的部会，两党也对台美持续的深化非常的支持。强调这摆对话重点伫咧欢迎经济，是更加快战略经济合作对话，袂因为换新人做美国总统就改变。若经济走路冒泡啊，王美花证实讲有外资的电子业大厂头一日得到指挥中心的许可，透过专案的申请来台湾。 有一些规范，指挥中心会有它基本的要求，那其他就是由我们经济部来负责。对，它有隔离吗？这个案子因为它只来2、3天，所以没有隔离。目前有其他厂商希望来台湾，伫疫情期间，经济部会考虑必要性、急迫性、不可代替性来评估厂商敢有度来台湾，卖派专人陪同做好防疫的工作。